據港媒最新報導，現年45歲嘅 TVB 女星富家女莊思敏突然宣布再婚。喺3年前，莊思敏同台灣商人楊炳逸 Brian 離婚，結束咗唔到3年嘅婚姻關係。離婚之後，莊思敏就表示，對於感情、對於婚姻仍然抱有好高嘅期待。據悉，莊思敏呢次嘅婚禮將會喺印度尼西亞嘅巴厘島舉行。目前，莊思敏嘅妹妹莊思明同男朋友楊明、圈中好友胡杏兒同老公李承德，而家都已經到咗巴厘島。而莊思敏亦都係喺社交媒體嘅限時動態中分享咗一張正喺化妝嘅照片，相信婚禮好快就會如約而至，可能係有咗上一段感情嘅高調。對於呢一段感情同婚姻，莊思敏反而變得低調唔少。據知情人士透露，莊思敏同而家嘅老公香港高級督察黃耀斌相識2年嘅時間，談戀愛1年半嘅時間，隨後2人便順利步入咗婚姻嘅殿堂。莊思敏嘅呢位新婚老公黃耀斌對待工作相當認真，身材亦高大，深受公司高層器重。不過有傳聞黃耀斌性格比較內向，所以人緣不太好，朋友亦都唔多。其實喺今年7月嘅時候，就曾經有港媒爆料咗莊思敏同黃耀斌嘅戀情，但係當時莊思敏表示同黃耀斌只係朋友關係。冇諗到過咗僅3個月，2人就宣布結婚。值得一提嘅係喺上一段婚姻入面，莊思敏亦都好渴望生細路，但最終同前夫楊炳逸聚少離多，根本冇機會商討做人計劃，直到離婚冇能實現呢個願望。離婚之後，莊思敏亦都透露自己已經錯過咗雪卵嘅最佳年齡同時機，所以將來有可能會領養一個細路，做母親嘅願望仍然存在。